台中市政府用5年的时间开6亿来起的大安妈祖主题园区，最近基造已经完工，但是竟然无妈祖的雕像。民众惊体讲，太阳饼会当无太阳，但是妈祖园区无妈祖，实在就真毋是款咯。外界嘛痛骂讲浪费公家钱。台中市政府讲，进前议会已经决议，袂当变公务预算来做妈祖的雕像，即摆是拍算要向民间来募款。纵观的联会座加上金门的外观，伫这台中大安妈祖文化园区主体建筑已经完工，不过开6亿起起来园区，煞无妈祖的形象，外界讲这是浪费国库。妈祖文化园区伫前市长胡志强的时代编列6亿的兴建，内容是包括妈祖雕像、基座、架这大道。林佳龙市长任内变更设计，减少基座层数，因为无钱起妈祖的雕像，市府拍算要追加预算，被议会否决。罗秀担任市长了后，基座已经完工，市府拍算要向民间募款。那明年宣募的方式呢？我想，因为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啦，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快。即马市府特别办理园区营运移转，但是无妈祖的雕像，恐惊互招商产生变数。到底这个基座什么时阵才会当迎来妈祖？无人有答案。